个罗西亚飞行员叛逃走去乌克兰，即阵方发现讲死伫咧西班牙，虽然怀疑讲这背后敢有阴谋。11个执法单位合作，破坏攻击政府机关甲企业的海客软体 Lockbit， 嘛掠到2嫌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一礼拜五，也就是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满2周年进前，美国是要宣布制裁罗西亚的新手段，嘛要求这罗西亚都要为着反对派的头人纳瓦尼死亡来负责任。另外，去年是有一个罗西亚飞行员叛逃走去乌克兰，即阵说是互发现死伫咧西班牙，去互开军了枪，这就又搁互怀疑讲背后敢有阴谋。西班牙警方20公布，顶日伫东海沿海沙丁主题区发现的一具遗体，幸运是俄罗斯叛逃飞行员库兹米洛夫。遗体有6个枪击孔过互车辆靠过，警方一开始透过遗体上的证件推测死者是乌克兰人。经过后续调查，才确认库兹米洛夫的身份。O sea, lo que sí que lo hemos visto es en el bar de frente, tomando café. 乌克兰方面也证实这项消息，也毋过无透露更较侪细节。库兹米洛夫去年使军用直升机叛逃到乌克兰，目前也无清楚伊去西班牙的原因。另外一方面，针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顶日伫北极中雄雄死亡，除了欧盟几啊国调解俄国外交官，美国也敦促俄国公开确实死因，佮有计伫23宣布新一波对俄国的制裁，要求俄国为纳瓦尼的死，甲2年来对乌克兰战争行为负起责任。美国总统拜登更加将目标寄向俄国总统普廷，讲纳瓦尼的死是普廷甲伊的部队所做的。I told you we'd be announcing sanctions on Russia. We'll have a major package announced on Friday. 拜登的对手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前总统川普，讲纳瓦尼是勇敢的人，也毋过无应该登去俄罗斯。也毋过川普煞无像拜登，也是其他的西方领导人同款谴责普廷。And frankly, probably would have been a lot better off staying away and talking from outside of the country as opposed to having to go back in. 俄乌战争下伫2月24满2周年，美国甲盟友自战争爆发到今，已经对俄国实施一系列制裁。目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继续寻求纳瓦尼死亡的真相。公司新闻刘眼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财经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将表决要求以下停火草案，15国是有13国赞成，美国又搁当反对票。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日本工程的陆川核电厂2号机宣布9月重新启动，是日本3亿大地人的灾区头一座恢复运作的核电厂。英国《Times》报道，匈牙利甲中国签安全协议，加强合作。匈牙利的总理奥班是常常因为罗西亚甲中国甲欧盟国家对徛，甲欧盟拍歹关系。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罗西亚政府是甲一个捌住伫咧美国，有美国甲罗西亚相定国籍的女性掠起来，讲伊是叛国甲乌克兰的军队斗募款，相当可能会互判关20年。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最高法院认定这冷冻的胚胎等于就是囡仔，消费胚胎算是犯法的，这项判决对做人工怀体受极大威胁。美国、英国等等11个国家的执法组织合作，宣布这几年一直咧攻击政府机关甲企业的海客软体 Lockbit 已经去互破坏啊，而且冒掠到2个嫌犯。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20召开记者会，宣布联合国执法组织展开的国际执法行动——克罗诺斯行动，成功毁掉过去几冬来定伫各国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海客攻击的共钱软体Lockbit的基础设施。由美国 FBI 联邦调查局、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这个无共国家机构，加上其中协调的欧洲刑警组织，拢总11个执法组织决定合作展开合作克罗诺斯行动的计划，对Lockbit伫无共所在进行破坏。This is by far the biggest ransomware case coordinated by Europol. But our work is not over. It is now about helping the victims.
这个公证软体开始是伫2020年的正月出现，犯罪组织用3款的形式公证，除了用资料加密要泄露资料，才会方式威胁，还有DDoS分散服务阻断攻击。过去几档已经成功对全球2000多个机构甲企业共计得手超过1亿2000万的美金，差不多是代表37亿8000多万，包括美国航太企业波音。中国工商银行、日本的名古屋港、台积电的 IT 硬体供应商青浩，各台湾企业鸿海机械半导体公司静丁，拢是受害者。造成所有受害公司拢总损失数十亿美金。The criminals who use it hack into the victims' computer systems, steal or encrypt their data, demanding ransom and holding the victims hostage. They sometimes post highly sensitive stolen data on a data leak site on the dark web. 暂时，克罗诺斯行动已经成功关闭全球34台伺服器，接管技术的基础设施、设备网站，冻结超过200个相关的加密货币小号，而且删除控制相关渗透小号达到14000个，佮逮捕2名检官。美国佮拘留2名勒逼服务的联名伙伴，对2名强苗发动勒逼攻击的俄罗斯人提起诉讼。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世界3大航空展之一，亚洲上界大新加坡航空展，今年有超过50个国家千外间厂商参加。中国研发的大型商务客机 C919， 即阵是头一届展出，要争取这国际订单。南韩的乌星特技小组20日在新加坡航空展览表演，第50高级教练机喷出彩色的烟，也伫天顶画出南韩的国旗顶头的太极图样。因那第一次新加坡空军也派 F-19SG 战机加阿帕奇直升机表演空中特技。2年一变的新加坡航空展览，20正式伫新加坡综艺会展中心开幕。今年除了新加坡加南韩以外，包括印尼、印度加澳洲的空军，拢进行多机编队操演，表演空中的技术。由中国家己研发的大型商务客机 C919。20也飞过航空展览的天顶进行飞行表现，这是 C919第一遍伫大型国际航空展览出现。主办单位新加坡也正重视。And this basically is positive, encouraging early signs of seeing Chinese companies from the aerospace industry participating i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here in Singapore. 中国大型的商务客机 C919加机场飞机 ARJ21，这边拢来到新加坡，希望会当争取国际订单，拍破由美国波音加法国空中巴士垄断航空市场的情形。但是20即间接到中国西藏航空的40台 C919加10台 ARJ21的订单，湖南民航是落订6台 ARJ21，所以无算是拍开国际市场。那波音公司收到737 MAX 9的客机，今年1月伫阿拉斯加天顶飞机的舱门落去的情形影响，今年并无派实体飞机参加展览，也无希望收到运来航空的订单。虽然目前航空运输的需求差不多已经登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准，但是航空业依然面临着人力、飞机硬体供应链的真侪困难要解决。新加坡航空展览加法国巴黎航空展，还有英国的法恩堡航空展，并列世界3大航空展览。新加坡航空展览也是亚洲规模上大的航空盛会。今年估计有来自超过50个国家1000多间航空加国防设备供应商参展。因那美军现役的米52空军战堡垒轰炸机，22日将会飞过展场的天顶，也会将做大家注意的焦点。公司新闻金焕庆编译。来看英国伦敦一场特别的服装秀，这马到不是人是猫啊！这就是6000外个爱猫的民众去到落嘅。饲主抱着家己的猫仔行上舞台，下面民众是惊呼声连连，提起手机一直翕。这是名猫是家鸟品种中体型上大的猫仔。英国伦敦的爱鸟世界时装秀拜六吸引6000多人来看猫仔的多变风采。Yeah, so it's London Fashion Week obviously this week, and we have our own catwalk here, and our models are way cuter, than some of their models, but I think a little less cooperative, right?
美色夫伫美国佛罗里达甲英国伦敦成立爱鸟世界，宗旨是推广对鸟的热爱，以举办的爱鸟流行秀，捌伫日本、加拿大、哥伦比亚甲美国各国社区举办。鸟仔族人拢抱着家己的宝贝，甲其他爱鸟人士交流。这只身上皮毛无种济的龙鸟，也互叫做龙人鸟，有像狗仔的个性，比其他家鸟对主人也较忠心。The Lycoi is the werewolf cat. Lycos means werewolf in Greek. They're like wolves because they've got the mask effect and they look like wolves, but they're also like werewolves. They are born fully coated, so very fluffy little kittens, and at about 5 to 7 days they start to molt and they lose their baby coat. 另外，也有同款罕见的毛毛鸟，也是规身躯白色的，一出场就吸引全场眼光的德摩波斯鸟，真真正正结果，互大家会鸟老目睭一直出现爱心。公司新闻跟文编译。镜头换来看中国的鸟禽，中国四川雅安是鸟禽的故乡，有一个在地女画家，就世界伫咧街仔头画这鸟禽的图样，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介意这款古锥的动物。莆田涂骹艺术家伫圆条为马里奥造型的小鸟形，也有艺术家伫石邦典馆为辅导型来导色。这造型五花杂色的街路艺术，是中国四川雅安市最近出现的种地艺术，推广在地鸟形文化。看到的人，他会就是说，你说带我自己的小孩去看到啊，他说妈妈这个地方裂开的地方飞了一只大熊猫出来，他就会很开心。四川雅安是全球第一只鸟形的发现地，有鸟形故乡的名声。这会伫路边、石头、砖啊、建筑外壁，甚至是变电箱顶悬的鸟形，拢是彩绘师强雅画的。3年进前，伊伫个建筑的壁角画鸟形，引起居民的懊恼，要求画出更较侪古锥的鸟形。这一次我们团队在整个城区将会对差不多200个电箱进行美化吧。目前已经画了50多个了。即卖雅安市区透过彩绘技术，有愈来愈侪鸟形出现伫都市每一个所在。伊希望透过这彩绘继续推广鸟形文化，也互大家生活充满更较侪惊喜。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亚美尼亚九姆里帕提亚传统是去互联合国列入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当地帕提亚师傅帕坡扬是第7代大师，伊是真烦恼讲这机械会取代传统技艺。所以讲，伊毋若甲手艺传互伊的孙仔，嘛建立教育机构，希望互这传统拍铁的工艺会当代代传。郑卫军徛伫咧火炉边，拍铁师帕坡扬按照古早方法伫咧拍铁。伫亚美尼亚西北部九姆里市的帕蒂西传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示伊的重要性。不过帕坡扬也是担心。Գիտեք, իշխե համի որ դերնիկ դուց արտանեք շատ կան տարբիններ, բայց կորող ճյուղի շորեանի էլի։ Սավարկի աբարատ կամ պարգարկակ ունենան, սկսեն գտպես բանում սարքել եք, սեն տարբին են, բայց հենց տարբնությունը բախտում հետո կարող է կորել։ Սա արդեն կանցնի ստանոկով, հեշտ տարբերակներով են հինիկ արդեն։ 帕坡扬对老爸兄学着手艺，伊伫咧九姆里是第7代帕蒂西大师。其实，伫亚美尼亚帕蒂西传统的做法，伫咧20世纪中叶时阵强被消失。但是，伫遮一寡民众的厝内，也就真侪古早师傅的作品，像门、蜡烛台甲吊灯。Գյումրին ինքը դարձավ գեղարվեստական դարբնության, ոչ միայն պարզապես դարբնության ավանդույթների պահպանման մի տարածք, այլ գեղարվեստական դարբնության տարածք。不过，帕坡扬也是担心帕蒂西的传统有一天会消失。 所以决定把家己的手艺传承给伊的孙仔。ՅՈՒՆԵՍԿՕ-ում գրանցումը ոչնչական արժեքների ցանկում Գյումրիի դարբնության ավանդույթի վարպետների մոտ ավելի է մեծացնել պատասխանատվությունը, որ իրենք անպայման պետք է պահպանեն արհեստը եւ փոխանցեն նոր աշակերտներ ստեղծեն եւ քաղաքում արհեստը պետք է ունենա շարունակություն անպայման։ 另外，正式的工艺传承，怎么也对社区的博物馆加专业的教育机构，包括九姆里美术学院加工艺学院伫咧进行。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插厝木造的工具也是装潢，上惊的就是去互白虾就起。不过建筑师是注意到这白虾烧的结果，发觉伊调节温度甲湿度真厉害。
所以讲到爱想要加入环保建筑的设计。放伫实验室桌仔顶，这结构体是3D 列印制作的。瑞典隆德大学建筑讲师安德林，当透过实验要找更较省资源的建筑结构和工法。伊的灵感都是对真侪人拢真讨厌的大水崖来的。安德林捌走访印度和非洲南部的纳米比亚，去观察各地大水崖的修在做的过程。伊嘛早一寡当去瑞典用电脑断层看内部的结构。Termites build generally from mud or earth and clay. But they also live in symbiosis with the fungus, and they create these structures inside of the mound called fungus combs, which are made from chewed up wood, particles of dead wood, and fungus together. And they create quite incredible little structures that essentially act like distributed little 3D printers. 基本上，地球顶悬除了南极，世界拢会当看到大水崖。不过，以热带和亚热带的数量上济，物种多样性嘛上悬。这个所在定看到大水崖的时候，高度对几十公分到几公尺的拢有。上互建筑专家有兴趣的，就是内部家己去调温度和湿度的原理。During the day, the outer tunnels of the mound heat up more quickly than the inner ones, flushing out the hot air that carries CO2 and methane, while pulling in fresh, cooler air from outside. At night, the flow reverses as the air in the outer tunnels cools down quicker than the inner ones. 安德林强调，对大水崖的修，到会当互人类大的建筑，目前搁伫实验阶段。因为现代建筑除了强调省能源，搁爱考虑到安全性，含这建筑材料敢好摕到。对这大水崖的修得来的灵感想要实现，搁有真长的路爱行。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澳洲有一间食品公司研究30年，用路边花，也就是咱咧讲的路边花籽，来提升提炼食物蛋白质的技术甲口感，或者食物肉甲零制品会当加一项替代原料。冻寒冻热，阁会当冻腰的路边花，即摆新一代未来食米有性豆色的路边花，伊的滚真氧会当固氮，甲转化做空气中的氮气。是台湾早期地球氮肥的主要来源。不过，即马澳洲的 WOA 食品科学公司正在积极研发提出雨伞豆子蛋白质的方法，来做食物肉甲粘制品的代替品。The real technological advance was just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protein was too tightly bound, and that resulted in this kind of gritty mouthfeel. So our technology reduces that sort of binding of the protein, and really makes it much more versatile. 有线豆做食品蛋白质的来源，不管是伫栽种也是营养，拢比黄豆更较赞。有线豆冻热会当种入欠水的偏远地区，军部发达嘛会当帮助保持水土平衡。上厉害的是，伊的固氮能力会当增加土肉内底的氮素供给，提升食物吸收磷的效率，减少用肥甲流失。Lupins are a really important break crop for farmers, so they might grow it every 2 or 3 years because it fixes nitrogen to the soil. Lupins are a great legume, but they're also really high in protein and fibre. In the past, they've been used for stock feed, so they haven't actually had a huge commercial value. WOA 食品公司研究30档来提升有线豆高蛋白质的采取技术，研发适用各种食品用途的产品，亲像两百补充粉等等。面对全球人口增加、甲气候变迁冲击农作物，粮食危机成做后一个焦点议题。西澳栽种全球大约85%的有线豆。澳洲政府甲食品公司拢看好有线豆的未来。公司新闻甘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